好，来乡亲啊，过来是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这个台中邮局、甲农会、甲种梨仔的农民联手来举办着公益活动，每卖一盒梨仔，就寄付着10块，予台中的孤儿院。种梨的农民和农会甲台中邮局团队搁一摆合作，就会为公益活动行销。即马当时梨仔大出的季节，无论是新鲜梨仔，或者是伫咧市场卖甲亲手市的甘露梨，都会当伫咧邮政单位订配。吃起来口感绵密，很脆度，而且甘露梨汁又多。每小一盒捐10块，做台中幼儿园照顾100多几个孤儿。这项公益活动行向第10年时间。期待这个社会持续给我们在照顾费用的一个支持，让我们能够更无后顾之忧的来照顾这些孤苦的孩子。台中邮局透过邮政服务主管，替小农和民众串起爱心线，那甲农民到小梨仔，毛新种孤儿感受到各界温暖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